浩劫回來，第一餐住家飯真好，好新鮮㗎！一碟蒸魚，一碟青菜。返到屋企一餐清茶淡飯，原來係咁好。菲律賓人質慘劇，年紀最大嘅團友李伯夫婦，雖然最早被放走，但係慘痛嘅烙印就永遠都帶唔走。時隔6日，李伯仲每日長開住電視機。即係咧，又唔想食嘢，又冇咩胃口啊！人哋約我去邊度，我唔敢去。即係唔係，即係覺得好單，唔想應酬啊！直到尋日先至漸漸平復翻落嚟，李太就特登去買李伯中意食嘅烏頭魚，落廚整力結翻嚟嘅第一餐飯。不過李太急不及待嘅，都仲係先幫佢哋祈禱。主啊，就求你醫治佢哋傷者，嚟到去得到醫治，生還者得到你嘅安慰。李太話佢每日都有幫團友祈禱，除咗祝福同佢哋比較熟嘅陳國柱同埋易小玲之外，亦都好記掛好乖好生性嘅小姑初汪卓瑤子弟，更加鼓勵腦部受傷嘅 Jason 堅強啲，要有求生嘅意志力啊！媽咪又係睇住你，媽咪好愛你，目不離咁樣去睇住你嘅，你要快啲嚟到去醒翻，嚟到去見到媽咪。喺屯門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嘅 Jason， 尋日體溫已經回復正常，情況漸趨穩定。